政治的消息来关心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已经对外正式宣布，伊要选总统。伊嘛呼吁讲在野爱整合。有风声讲，伊要甲侯友宜啉咖啡，也毋过侯友宜这边是表示并无接到消息。郭台铭的竞选办公室讲，因会拍拼骨力去联络，这两天就会有结果。另外，郭台铭若是要参选，伊就爱有人联署。民进党即马已经要求地方和民意代表莫插手。我来当总统，我来做。所以我特别提出来，很简单，80岁以上的长者免巴士量表。参观日照中心，侯友宜提出长照政策，当选就放另外一看候的申请，废除80岁以上巴士量表，希望用政策来救选情。即嘛因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独立参选，发出邀请侯友宜甲郭文哲啉咖啡，嘛传出30，郭台铭甲侯友宜特别见面，在野哪像有可能整合？从来头到尾都没有接到这个消息哈，这个消息不知从何而来。是因为两边的时间有一点点瞧不太拢哦，所以原定周3的那个会稍微延期哦，但是我们会保证在近期几天会再找适当的时间，不会太久，一定这几天郭侯两个人就会碰面来公开来谈。郭台铭办公室表示，咖啡会会延期，当咧积极联络当中。29暗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受到邀请出席台北市汽车工会普渡餐会，郭台铭嘛甲参加的时间提较早，两个人有机会拄会到。不过，敢会做伙啉咖啡，民众党讲无遐紧。先去谈理念价值跟国政论述，先去看有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，然后后续才是真的候选人本身，大家再去做一个会谈，所以基本上应该不会这么快。在野要拼整合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维持伊的步调，继续选战的行程。29落南去屏东，替潘明安核心幕僚杨富贵有声势，要甲国会小处守护条。挑战大，咱一定要成功，表现咱屏东人的气口，互屏南这些徐富贵顺利高票当选，好不好？好。针对郭台铭后续包括人事等等选务的议题。民进党讲袂介入，嘛袂做评论。民进党秘书长柯立明是请组织部通知中央甲地方的平台一定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